Hello， 大家好，我係港仔。前排趙博就公開咗八仙嶺山火佢所認為嘅最終真相啦。因為基於義氣啦同保密嘅原因啦，趙博就冇完全公開佢嘅結論嘅。咁今集我哋就會以趙博所透露嘅有限資訊啦，同大家一齊去推測同埋淺談八仙嶺山火嘅最終章。咁開始我嘅分析之前呢，就首先講一講我嘅立場先啦。我就偏向相信趙博所推論出嚟嘅結果嘅。一嚟趙博追查呢件事已經追查咗10年咁耐啦，相信佢手上嘅資料都比其他 KOL 係多嘅。二嚟就係曾經佢擔任過馮堯敬中學嘅校董佢亦都係可以接觸大部分當事人嘅人。三嚟以往佢分析事件都係比較客觀同理性同埋細心嘅，所以我認為佢所講出嚟嘅結論可信程度同埋可靠程度都相對比較高㗎。好啦，回歸正傳趙博喺最新嘅節目裏邊就睇到佢認為自己已經揾到真相啦，冇必要再追查落去啦，所以佢就話今次係真係最終章啦。但喺個節目裏邊佢就冇真係將個真兇或者真相好完整咁樣向公眾公佈嘅。原因係因為佢應承咗當事人係唔可以講出去噶。基於道義嘅原因佢都冇同觀眾交代得好清楚，就好似講咗上集就未講下集嘅感覺啊。咁喺呢度我哋都唔討論趙博係咪應該公開俾所有觀眾聽啦。我知道好多網民都認為佢哋有權知嘅，但喺我角度我就覺得撇除自己嘅八卦啦同埋好奇心啦，咁我覺得有時我哋都要更加尊重翻當事人啦。更加重要嘅係趙博都將有關嘅真相，即係佢認為嗰個真相開放俾當時嘅受害者同埋家屬嘅。咁我覺得有呢樣嘢已經好足夠啦。咁希望佢哋可以釋懷啦。咁我哋就由佢所提出嘅上半集嘅資料啦，就嚟分析呢個八仙嶺山火嘅真相啦。咁當中有幾個重要嘅要點係要留意嘅。第一就係當時山上係有4個人食煙嘅，而食開煙嘅係有8個人，而呢8個人都係互相包庇或者 cover 大家嘅。第二，佢哋嘅煙都係嚟自同一包煙、同一個火機，而成件事裏邊係冇第二個火機出現過噶。如果照趙博嘅資訊係屬實嘅話咁我諗觀眾都應該知道噶啦，就係張潤衡係唯一帶打火機同埋煙嘅人。第三，有人見到起火嘅時候有2個人喺草叢裏邊跑出嚟。咁佢冇講呢2個人係邊個噶，咁我估大家都知啦，就應該係張潤衡同埋李峻文啦。咁我哋就由佢嘅要點進行一啲討論啦。首先，張潤衡究竟係唔係唯一嘅元兇呢？其實我聽完趙博成個鐘頭嘅分析啦，我認為張潤衡一定唔係無辜噶，但係佢好大機會都唔係直接引起山火嘅人。我見到好多網民就話啦，喂，趙博已經暗示咗啦，張潤衡就係兇手噶嘛。但係如果你睇翻趙博嘅所講嘅嘢佢只係話張潤衡覺得自己係無辜，咁即係暗示咗佢認為張潤衡唔係無辜啦。但係佢都冇講，佢係兇手喎，同埋佢係講過，佢係諗咗成晚至向公眾表達件事。佢諗咗成晚就梗係唔會咁容易就俾我哋知道呢個真相啦，啱唔啱啊？而第二個理由就係成班食煙嘅係互相包庇嘅。如果兇手只有一個，嗰個就係張潤衡，佢帶火機有煙，佢點埋煙引起山火。如果淨係得一個兇手，而佢就係張潤衡嘅話，呢班人都唔需要包庇大家，呢班人都唔需要掩蓋真相，直指張潤衡係兇手咪得咯。但係佢哋冇咁做，佢哋要互相包庇。咁代表乜嘢啊？咁就代表張潤衡唔係唯一嘅兇手。而至於趙博就話張潤衡有可能係患上創傷後遺症咁所以令到佢嘅記憶有錯誤認為自己係冇做過呢啲嘢噶。而呢一樣嘢亦都係我之前講張潤衡嗰幾集我都分析過噶啦。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點解我認為佢係有呢個創傷後遺症 PTSD 嘅話大家都可以睇翻嗰幾集啦。咁好多人仍然都可能唔係好 buy 呢個講法啦，但我聽完趙博佢親身同張潤衡傾偈嗰個感覺之後我就覺得呢個講法其實係可信性越嚟越高㗎。至少喺我角度其實好簡單嘅啫。我認為如果一個人要刻意去講一連串嘅大話，去掩飾自己嘅罪行嘅話，而佢講嘅大話又好容易俾你發現到佢係一個好白痴嘅大話即係之前講嘅嘢好快就推翻自己嘅話，咁我覺得就已經係證明咗呢件事係非常之唔尋常咯。
加上咧事件亦都有證實啊，亦都有環境證據啊，係證明張潤衡啊係爬上馬騮崖爬唔到，跟住跌咗落去，燒到昏迷3個月噶嘛。所以咧喺呢個外在嘅證據同埋內在嘅證據咧，我都認為咧佢記憶有缺失同呢個創傷後遺症咧有關聯嘅機會咧係非常之高嘅。好啦，咁如果張潤衡唔係無辜嘅，咁喺成件事裏邊佢又扮緊乜嘢角色呢？咁有幾樣嘢已經證實咗噶啦，就係再重申啦，佢係唯一帶煙同埋火機上去嘅人啦。佢同李峻文係一齊喺草叢裏邊跑出嚟噶啦。就憑呢2點，我哋就可以估計當時圍住食煙嗰4個人當中，應該就唔包括張潤衡，亦都唔包括李峻文啦。因為咧火災發生嗰陣咧，第一個地點咧，佢哋2個同另外嗰4個係分開逃生嘅。嗱，我哋試諗一下，如果係一齊食煙嘅朋友或者係同學仔啦，佢哋遇到山火嗰陣，其實係咪第一時間就會分開走呢？通常就唔係咯，係通常係一齊走噶嘛。喂，有危險梗係一齊走穩陣啲啦，安全感都大啲啦，係咪？所以如果我哋再睇翻啦，張潤衡曾經都講過嘅，一開始係同李峻文一齊走到馬騮崖之後，佢哋至分開行嘅。就算你睇翻蘇遠山都係嘅，第一時間一定係同同學一齊逃生先嘅，除非個同學行唔喐啦，咁就冇辦法啦，要自己走啦，係咪？如果唔係嘅話，佢哋係好少分開行嘅。所以我哋有理由去相信呢，如果食煙嗰4位當中呢，係有2位係張生同埋李生嘅話呢，佢哋理應呢係4個一齊逃生，而唔係2個喺草叢裏邊走出嚟噶。咁趙博咧喺個節目裏邊咧就提到呢場山火啊，並唔係打火機爆炸或者玩火引起嘅，佢係好肯定噶。咁首先我哋講一講啦，打火機爆炸其實之前咧網友啊，淨係 KOL 咧，佢哋就話啦，我哋睇下張潤衡個傷勢啊，喺塊面中間毀容，右手冇咗幾隻手指，點解最傷係喺佢右邊呢？點解最傷係喺佢啲手指上面呢？其他人又唔見其他人甩手指嘅，係咪？所以佢哋覺得係因為佢玩火，所以打火機爆炸。但我想講呢，呢個係完全唔合乎邏輯嘅。原因好簡單嘅啫，發生火警嘅地方喺小平原附近。OK， 咁假設如果張潤衡真係喺嗰度玩火，而打火機爆炸爆甩咗佢幾隻手指嘅話，咁請問佢點樣可以負傷冇咗幾隻手指行到去馬騮崖？甚至係企圖想攀上馬騮崖呢？冇可能噶嘛，係嘛？你斷咗幾隻手指，真係喂大佬，你梗係等救援啦！你仲跑去馬騮崖，你跑唔跑到啊？痛都痛到你暈咗啦，啱唔啱啊？好啦，但係我哋又要諗下喎，點解趙博可以咁肯定先？點解可以咁肯定唔係張潤衡玩火，唔係張潤衡個火機爆炸先？咁我諗呢，唯一一個原因就係佢可以透過其他唔同嘅人嘅口供，佢可以證明張潤衡係冇拎過個打火機出嚟，又或者喺發生火警嘅期間，個打火機根本就唔喺張潤衡身上，咁你至可以證明張潤衡喺草叢裏邊冇燒草蜢，冇玩火，個火機冇爆炸，合唔合理先？我哋繼續啦。當趙博去描述山上面嗰班人係點樣點火嗰陣咧，佢就話啦，山上面嘅風咧係比較大嘅，所以佢估計佢哋嘅煙係用煙駁煙嘅方式去燃點嘅。咁代表乜嘢呢？咁代表趙博咧，佢係知道一啲好重要嘅信息。第一就係當時用打火機點着嘅煙應該係得1支。而其他點解會有4個人食煙呢？就係佢哋需要用煙駁煙嘅方式去燃點香煙。第二就係打火機係好難打得着火㗎，所以咧打火機咧係提供火種嘅原因，但係佢並唔係引起火災嘅直接來源啊。而直接引起山火嘅來源咧，就好大機會係香煙啦。而張潤衡自己咧承認咗啦，佢有帶打火機同埋煙上山啦，但係佢救出嗰陣咧，呢2樣嘢都唔係喺佢身上面揾到噶。而根據死因庭上面嘅口供啊，有證人就見到張潤衡係攜帶打火機喺車站食過煙，但係竟然係冇人去指證張潤衡係小平原上有點煙同食煙嘅。所以如果藍白間條心係咁好認嘅話呢，就進一步令我認為呢，
冇理由喺4個人食煙當中係冇張潤衡噶嘛。所以咧，我就相信咧，張潤衡雖然咧佢有帶打火機啦同埋煙，但係4個人食煙嘅期間咧，呢兩樣嘢即係煙同打火機咧，可能都唔喺張潤衡身上噶。仲有一個理由嘅，就係如果張潤衡係山火唯一嘅兇手，咁對於食煙嗰班人嚟講，就應該唔係乜嘢要保密嘅事啦，因為都唔關佢哋事啊嘛，亦都冇需要叫佢哋同蘇遠山講翻個真相出嚟啦，應該係張潤衡同佢講翻個真相出嚟啦，係咪？所以都幾可以肯定咧，同蘇遠山講嘅人必然係嫌疑人或者兇手之一，呢個可能性係非常之大噶。好啦，究竟成件事嘅真相係點呢？究竟點解嗰班人要互相包庇呢？我諗咗好耐，我認為真相好大機會就係張潤衡提供火機同埋煙俾4個人，然後佢就同李俊文去咗小平原嗰度玩，所以呢個時候呢，我哋就會見到佢喺小平原上面影個幅藍白間條衫嗰幅相啊。而喺佢嘅自傳嗰度亦提到嗰10分鐘佢係聽緊 Walkman 啊，同李俊文卿卿我我咁樣。如果李俊文真係可以證明張潤衡當時係冇食煙，而呢個講法係真嘅話呢，咁張潤衡同李俊文玩嘅期間，我相信張潤衡身上個火機唔係喺佢身邊嘅，佢嘅煙都唔會喺佢身邊。而呢個亦都係點解死因庭佢哋講到喺張潤衡身上其實係揾唔到火機同埋煙㗎。OK， 而呢4個人食煙嘅人喺小平原食完煙之後，佢哋4個人應該我估計佢哋都有抌煙落地下。抌完煙之後，啲煙唔會即刻着火噶嘛，至少都過2-3分鐘至會着火噶嘛，所以有理由相信佢哋互相包庇嘅原因就係因為連佢哋都唔知道究竟佢哋抌嘅邊個人抌嗰支煙係山火真正嘅原因。而如果呢個推論係正確嘅話，對於呢4個人嚟講，佢哋將真相講出嚟係對佢哋一啲好處都冇，而佢哋願意互相包庇對方就係因為冇人可以有證據去指控對方就係引起山火嗰個。你點知邊個煙係着火嘅真正原因呢？係咪？所以點解趙博喺成個節目裏邊佢淨係話佢揾到真相，而佢唔係講佢揾到兇手？因為個兇手根本就係呢4個人其中一個，但係連佢都冇辦法知道係邊一個。好啦，今日就講咗咁多先。如果大家有其他嘅意見或者諗法咧，歡迎喺下面留言，記得 subscribe 同埋 like 我嘅頻道。我哋下次再傾，拜拜。